高雄目前有开放7个钓鱼仔试办区，不过这高山运河者，所民众伫咧烦恼讲，因为这运河边啊拢无防护措施，连草啊也拢无清，你点样烦恼这民众的安全？水利局是表示讲，目前会看这3个月试办结果，再来做调整。下晡时啊，高雄公园钓鱼区会有侪钓客来钓鱼。最近佫加一个会当钓鱼仔的所在，就是高山运河遮。不过，高山运河自从7月15开放试办到今，有民众反映，因为钓鱼区拢无安全措施，也无清理杂草，钓客会唔知影水有偌深，若是无设置，熊熊泼落就危险。救生圈啊，然后设一堆区域让钓客可以去钓，然后有一些摄影机可以去看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确保说人掉进去的时候可以及时被发现。我是觉得是有危险，但是我是建议说还是应该让民众钓，只是说把那告示牌弄得大一点。高山运河是伫高山桥下面有开放250公尺范围通钓鱼，包括高山。目前高雄市总共有7大钓鱼的试办区，伫弥德、红山也有。高雄里的里长表示讲，过去高山运河捌发生意外，望者嘛爱有安全措施，包括救生衣甲告示牌啊。现场会当看到运河另外一边写袂当钓鱼的公告，拢无盖过来。望市府唔通为着要开放就凊彩做。而且咱的安全设施嘛都要做，佮咱的时间的规定嘛都要，无你安尼是毋是会讲差掉？鼓山运河开放垂钓属于自然开放的水域而且现况为河街平台。那水利局的公告呢，有明确的宣导垂钓应注意安全的事项。水利局表示讲，高山运河钓鱼区试办到10月15结束，若是天气歹，钓鱼区就袂开放。针对里长的建议，市府会观察试办3个月状况，后续来建议改善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